面对文化局的业务质询，议员蔡小伟关心虎东创意树南园区肯定委外招商以后所营造的日本风情甲热衫的体验，深受大家介意。不过因为民众反映每一间官舍拢爱收费，所以议员嘛建议文化局兼顾历史古迹甲公益性，适度开放部分的空间，让民众甲游客免费参观。毕竟这个修缮的费用。经费预算是我们公部门所支出的，但是却没有其中一间或者是有一个半开放的空间是不用收费的，让民众说他不用去说我一定要被收费才可以去感受到哦这里有日式的一个风貌，好，所以当然民众的意见我也借这个机会跟局长来做一个建议，未来有没有可能说有一个小空间是提供开放的，其他的再来做招商的一个使用啦，哈。局长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跟议员报告哈，那目前已经委外出的这些业者，我想我们会来跟他们做一些讨论啦哈。是。那当然，刚刚议员也提到，使用者付费，其实现在人大多数都有这样子的观念，但是这是公部门的所修复的这些古迹，如何让它也兼具一些公益性？我想这个部分我们来跟业者做一些讨论。那以我所知。因为它要收费的价格，我们也都会尽量把它压低，或是可以折抵消费。那未来如何来回馈给市民或是一般民众，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积极的来跟这些业者做一些讨论。为了让民众免出国，在台南麦当感受到满满的日本式气氛，由文化资产管理处所推动元龙市场可景式的修复工程，议员嘛相当关心。对此，文化局表示，干得到文化部核定3000万要来修复，可望在今年10月中旬公告发包，为市民加增加一个生活休闲的好去处。台南新闻，阮志林跟采访报道。